是从2000年的时候开始演唱客家歌曲，2006年呢有跟客家布袋戏合作，因此也配合剧情创作了一些小品。在2012年的时候，才真正开始创作我自己的客家歌。其实佩叔之前在学校学习的都是外国语言的歌曲，那当然也有一些机会可以去演唱这些外国歌曲。那让我最印象深刻的是在2007年有一次受邀到欧洲去演出。那一次呢，就是策展人他要求说，他希望可以听到一些台湾的歌曲，所以那时候就选了一些闽南语，然后华语以及客家语的歌曲。那一次刚好荷兰的驻荷兰的台湾大使有来听音乐会，他应该是所有观众里面听得懂中文的观众。他后来跑来问我说，他说，佩叔，请问一下你是客家人吗？我说我是可是我在我的资料里面并没有提到这一项福利，为什么大使会这样问我呢？他说，因为我发现你在唱客家歌的时候，你脸上的表情不一样。所以我那时候真的，其实我自己没有感受到说，其实在唱了这么多不同语言的歌曲之后，没有想到就是我自己原来母语的客语歌曲会在我演唱诠释的时候，无形之中表现出了让别人有不一样的感觉。然后又有一次是在荷兰的一个市长的办公室，他是邀请了很多不同国家的演出者在那个市长的办公室。然后在欧洲的店主是等于是挑高的，我也不需要麦克风。然后策展人就说，在我们要宣布这个 festival 开始之前，可以请佩叔在这个时间帮我们唱一首歌吗？我就开始唱出了老山歌的旋律。当我一唱了第一句之后，我看到这个整个办公室的来自不同国家的外国人，他们的整个眼睛是睁大的看我，嘴巴也是开开的。后来唱完之后，他们问我说：“这是什么歌？”我说：“这是folk song， Taiwan folk song。”我没有特别跟他们讲是客家歌，是因为我觉得它分得太细了，可能没有办法了解。可是他们对于这样子优美的旋律，他们觉得非常的感叹，他们觉得怎么会有这么好听的歌曲？然后而且老山歌因为它要拉的长音，然后又有自然滑落的就是非常自由的这样的旋律，然后在那个空间里面就给他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。我的母语台湾的歌流行音乐会，佩叔演出的场次是在12月27号台北火车站大厅1楼，记得回来听我唱歌哦。